到8.1個字啊。係，今日我希望唔好傾唔晒啦嚇。我哋先嚟咗呢8條問題先啦。今日係阿 Kenny 同埋阿 Nelson 嚟唔到嘛？仲有邊個啊？咁啊，咁你不如一早啦，冇問題啊。係啊，咁跟住幫我 key 翻佢啲頭上去喎，我哋嗰張相係，因為而家 AI 好易做到嘅咋，係。好啦，咁大家開始一齊傾先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我哋去到答一啊，坐埋一齊啦。呢個係我嘔心瀝血咗2個月嘅嘢嚟嘅。
仲有1分鐘。猶太人嘅父係魔鬼嘅。好啦，我哋夠鐘啦。唔係個 tips 咧，其實好有用㗎啦。大家咧可以將個頭擰翻過嚟啦。咁我哋又唔使 A、B 組啦。咁今日我哋大家都好輕鬆咁啦。我想問下大家先，因為阿 Kenny 咧佢就原本話想補課嘅幫大家。咁我都知道，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你要儲翻大概50年信主嘅呢個功力啦，接近50年信主功力啦。咁我加上呢，我係1994年我讀神學啦，咁我2001年畢業啦，咁去到而家呢，都已經，如果讀神學嘅計到而家都已經有成30零年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慢慢進入呢，係絕對係可以理解嘅。如果我一講完一次你就話明晒呢，咁我就會覺得哇，簡直係神蹟啊！嗱，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一個補課嘅，咁補課咧就安排咗喺4月2號啦。4月2號有邊個會有機會嚟到上堂啊？星期三得唔得㗎？唔得，有可能唔緊要啦。嗱，我咧就照放翻喺我哋嗰個群組裏邊，咁咧就如果邊個嚟到咧就可以報名啦。咁因為我今個禮拜六我就喺福岡啦，去完福岡我會有啲手信嘅，咁樣睇下嗰日咧你嚟到咪食下嘢咯，咁樣。係啦，咁見到面咧先有手信嘅咁樣。係啦，唔緊要嘅，唔辛苦，我會揸車過嚟嘅。好啦，我哋就嚟到第一條路，咩叫世界嘅光？你睇下仲係分咗兩邊坐嘅，咁當翻呢度 A 組，呢度 B 組啦，咁樣。係，我突然之間多咗，係好啊。咁A 組講下啦，咩叫世界光、黑暗同埋生命嘅光呢？喂，其實大家咧讀咗約翰福音咁多年咧，大家讀咗約翰福音咁多年，有冇認真去讀過㗎？係，即係我讀咗約翰福音咁多年，係啦，讀完就算㗎啦。係，我同大家都一樣嘅，但係我就發覺我好想認識多啲，所以我先會去查到咧咁嘅樣嘅。係，好，交俾 A 組啦。解釋下咩係光先。係。咁嘅光咧就係可能係一個叫咩啊？有個樣嘢叫做哈拉卡啦，得唔得㗎？咁樣咧就係猶太律法嚟嘅。咁希臘伯來文咧都可以講緊行走嘅意思啦。咁樣咧行走就要實行出嚟嘅。咁樣咧就即係要活出五經嘅話來，得唔得？係。我唔會話唔係，我都話同大家講，我哋可以有好多個唔同嘅切入點噶嘛，係。咁咩叫黑暗呢？黑暗啊，黑暗我覺得係一種狀態嚟嘅。咁譬如呢，唔係其實未講完嘅個。係。咁其實啲猶太老師呢，又好中意改自己有光嘅名嘅。係。咁樣其實呢，其實都代表咗耶穌基督嘅。耶穌基督話佢自己係光，咁其實佢係一個老師嚟噶嘛，教聖經嘅老師咯，係啦。咁但係佢就係好似另外個光咧，就好似住棚節嗰個棚咧，未有啲大燈柱嘅。咁佢就喺嗰啲喺個燈嗰幾支大燈柱咧，就過節嘅時候咧就會點起嘅。咁其實佢就放喺個庫房嗰度，好榮耀噶嘛。係啦，咁樣到咗第8日，其實都應該熄咗啦。咁其實有少少可能諷刺佢咧。耶穌話：我先係真正嘅光。係。咁你嗰4支柱咧都熄咗啦，唔係真正嘅光。係。咁你黑咗啦，咁樣咯。咁就黑暗咗啦。唔係，咁另外有講，我諗係有關黑暗，可能講翻有少少感覺似呢個
創世記呢，咁可能個環境係淵面黑暗咁樣咯。哇，好嘢，係，好，仲有呢，咁生命嘅光呢？生命嘅光應該代表主耶穌咯。係代表主耶穌嘅。係咯。好，我哋要俾掌聲啊！哇，真係其實Hanukkah 嗰個字呢，即係你揾到嗰個係光明字嗰個字嚟嘅。係啦，我想問呢，你係睇邊一本嘅釋經書啊？Peter Wong。哦，Peter Wong，哦，嗰本釋經書叫 Peter Wong。係咪就係道成了肉身1、2啊？哦，好，係啦。其實咧，我都引咗好多Peter Wong 嘅嘢嘅。咁我同時咧，我又發現Peter Wong 佢有陣時講嗰啲嘢咧，唔係好 consistent 啊，即係上下嘅時間咧，可能佢會講呢一樣嘢嚟。如果你有睇下 Peter Wong 或者睇佢個 YouTube 咧，佢就會講神愛世人，嗰個世人咧唔係指人嘅，佢係指呢一個嘅制度嘅。係啦，咁但係咧，你係由頭到尾咧，你係揾唔到有一個真係聖經嘅意思係話神愛一個嘅制度，你完全揾唔到㗎，因為嗰個係 anthropos 啊嘛，即係我哋講翻人嗰個字咧。如果我哋講人類學係叫做咩咧，就係個 anthropology。哇，係咪好勁咧？咁人類呢個字係叫咩咧？人類呢個字嘅希臘文咧就係叫做 anthropos。咁如果嗱，即係如果 anthropos 跟住 logy 咁樣，咪即係 anthropology 咯。咁點解會即係佢講嗰樣嘢咧？我都喺度理解過。咁但係 Peter Wong 有陣時個解釋咧係好特別嘅。咁佢特別嘅時間咧係會有啲正嘢會爆出嚟嘅。但係又要諗下喎，如果太特別又點算咧？我琴日同一個弟兄食飯，啱啱講起咧有2個我好推薦嘅講道者。即係我都去同好多人去推薦嗰2位講道者嘅。咁但係發覺最近嗰2位講道者呢，佢講嗰2篇道呢，即係一位講一篇，另外一位講第2篇呢，都唔跟聖經嘅喎。咁樣咁，但係呢，就嗰位弟兄呢，就同我講嚇，唔係咩？就聽佢就得嘅咯。即係覺得每次嗰個人講道呢，就一定係講得啱嘅咯。咁所以我好鼓勵弟兄姊妹呢，就哇弟兄姊妹係啦。我好鼓勵弟兄姊妹咧，就真係每一次你聽到，每一次你去思考嘅時間咧，唔係因為嗰個係咩人，亦都唔係因為林伯樂而家喺度講，你一定要覺得我所講係啱嘅。絕對唔係一樣嘢，而係你真係要求主俾你有一個神思明辨，同埋睇個聖經整體個思路到底係講啲咩俾你聽。咁所以我上次睇完咗 Peter Wong 嗰個講法之後咧，我就唔係好接受到呢個係 Hanukkah 嗰個嘅意思啦。咁呢個其實我嗰個睇法係點樣咧？其實約翰福音咧。光呢個字唔係第8章先出現嘅。原來 false 呢個字呢 false 呢個字係咪好易讀啊 ？false 好啦，呢個字呢，其實喺整卷嘅約翰福音出現咗23次，第一次呢，就出現喺約翰福音第1章第4節喎。係啊，係咪即係已經係好勁呢？另外啦，黑暗呢個字係幾時出現過㗎？係創世記咧，就係我俾你提一提黑暗嗰啲咁嘅嘢啫，其實唔係解呢度嘅。黑暗呢一字咧就係叫 Scotia， 咁 Scotia 呢一字咧，亦都唔係第8章先出現嘅。第一次出現咧就係出現喺1章5節約翰福音。咁所以一個光同埋黑暗嘅組合咧，就變成咗係咁樣啦。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唔係黃德光啊，所以就係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跟住講咩呢？我哋去到1章14節，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啊嘛。咁所以接受一樣嘢唔係應用喺一個死物嘅上邊，接受應該應用喺一個會行會走會叫嘅生物嘅上邊。所以如果咁樣睇法，黑暗係指一個狀態，定係黑暗係指一班人呢？好啦，基於唔同嘅上下文呢，其實約翰福音呢對光個解釋呢可以好豐富嘅。猶太文化裏邊呢，約翰福音第1章啊，其實講緊一個全新嘅開始啊嘛。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呢喺上個月啊，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就係起初神創造天地嗰個一路咁樣噶嘛。其實約翰福音第1章就係喺度用緊猶太人都可以明白
原來佢所講嘅太初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呢一位道成為肉身嘅呢一位，其實就係創造嗰位耶和華。咁裏邊呢，充滿咗起初啦，太初有道同埋起初神創造天地係同一個字嚟㗎嘛，希臘文裏邊 Anarchy。好啦，咁有光啦，有 Phos 啦，有黑暗啦 Scotia 啦，有生命啦 Zoe 啦。所以呢一紮咁嘅字呢，其實我哋喺第一堂呢都已經學習咗啦。呢個呢，就其實如果我哋去到年紀大啲呢，就係話你哋喺人生往後讀完小學之後嗰幾十年嘅人生呢，小學教你做人呢已經係教晒㗎啦，即係一樣咁嘅原理嘅。咁呢，記住咧，留意翻呢嗰個之前講第一堂嘅嘢啦。好，喺約翰福音第1章裏邊呢，耶穌就係光啊嘛。光照喺黑暗裏邊，黑暗卻不接受光，所以黑暗唔應該係一個形容詞啫。其實約翰福音目的係描寫呢啲猶太人就係黑暗。當光嚟到嘅時間，邊個唔接受耶穌啊？就係猶太。猶太人唔係，你記得我所講，唔係指嗰班普通嘅猶太百姓，而係指嗰班嘅領袖，亦都係呢個聖殿敬拜嘅制度。佢唔接受耶穌，亦都唔信佢。喺第8章裏邊，世界嘅光係指向住棚這一個好重要嘅場景，就係頭先講嗰個燈台啦。咁呢個就係正係呢一樣嘢。耶穌就喺度咧，好應景咁樣講，佢話我就係世界嘅光。原本邊個應該係世界嘅光嘅？我哋睇一睇呢度先嚇。住棚節嘅期間呢，就耶路撒冷有特別照明嘅系統嘅。每一晚喺聖殿裏邊咧，有4個好大碌嘅呢個燈台咧設立。每個燈台上面有4個大燈盤，咁呢就要令到盤裏邊呢裝滿咗可以燃點嘅油啦。人呢要爬梯上去啦。16個盤所發出嘅燃燒嘅油呢，發出嘅光呢，可以喺夜晚呢照亮整個耶路撒冷城同埋周邊嘅地方。所以住棚節嘅意思就應該我哋睇翻申命記4章6至8節。你有阿明有真聖經我咁試下用真聖經讀一讀《申命記》4章6至8節啦。係創出利民申，係啊，揾到可以讀噶啦。係，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係啦，嗱，所以記住468啦，喺申命記嘅468就係以色列人嘅使命。佢哋嘅使命就係要好似住棚節呢個光咁樣，就係要將耶和華教訓、律例、法度、典章，通過以色列民族佢嘅聖殿敬拜制度咧，傳揚去萬邦嘅。亦都係祭司咧，咪喺西羅亞池子嗰度要攞水嘅，跟住倒喺嗰個祭壇上邊。咁個水咧應該係一路咁樣流出去。耶和華嘅信仰咧都應該係咁樣嚟流出去。記住，耶路撒冷個聖殿係喺山上邊定喺山中間定喺山谷裏邊啊？山上邊啊嘛，耶路撒冷其實係一個山啊，喺錫安山上邊啊嘛，所以水向下流。咁如果西羅亞池子嘅水，你喺嗰個祭壇嗰度澆落去之後，咁佢應該一路流出去咯。所以個水呢，就係寓意就係要去到四方嘅，嗰個光呢，就係要光照俾萬民嘅，就係以色列呢一個民族佢被神揀選嘅目的，就係要去傳揚耶和華嘅誡命律例典章，等全地嘅人都知道原來耶和華係咁偉大，佢哋就會走過嚟去敬拜耶和華啦。嗱，呢個就係住棚節呢其中一個佢哋嘅意義啦。但係呢，耶穌時代嘅聖殿敬拜已經發揮唔到嗰個功用啦。咁呢就冇傳揚神嘅話，反倒呢就成為咗賊窩咯。耶穌嘅約翰福音第2章
咪潔淨聖殿嘅，係啦，我講咗好多次啦，有一個新嘅開始。耶穌係世界嘅光，就係佢嘅教訓，佢對妥拉即係妥拉嘅解釋，就好似光咁樣要照亮世界。所以我哋呢班跟從耶穌嘅人就唔需要繼續喺猶太嘅聖殿敬拜制度裏邊，因為呢個係黑暗嘅，因為呢個制度根本上就唔接受耶穌嘅教訓。呢個制度係邊個人喺度維繫緊嘅呢？就係嗰班嘅猶太人啦，就係嗰班領袖啊，嗰班嘅祭司啊，嗰班嘅撒都該人啊、法利賽人啊、文士啊，就喺度維繫緊呢樣嘢。咁所以遵着耶穌嘅教訓嚟生活，耶穌就係照亮並引導佢哋嘅生命之光。點解生命之光呢？因為佢嘅話係帶嚟生命啊嘛。因為去到約翰福音第6章係有講，所以我哋都可以喺好似光一樣照亮身邊嘅人，活出呢喺神面前有價值嘅人生啦。呢個呢就係嗰個嘅4個燈柱啦，咁上邊呢就有4個盤。呢個呢我就係喺阿 Peter Wong 嗰啲嘅資料嗰度呢揾翻嚟。咁阿 Peter Wong 有啲資料係非常之好嘅，但係記住啦，我哋每一次呢唔係嗰個人唔係你認為講嗰個人講嘅就一定啱嘅。總係每一次呢都要神思明辨。當你要神思明辨嘅時間呢，你發覺有一樣嘢你係不可少嘅，就係你對聖經嘅認識啦。如果你對聖經係唔係好認識呢，就好似我上次聽其中有一位嘅牧師啊，係啊，就係佢喺美國嘅，佢講嗰篇道呢，佢嗰個同一段嘅經文呢，佢上半段佢呢就將呢個呢就係話係字面去理解，下半段佢就話呢個呢應該係用寓意嚟到理解。咁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咯。點解個聖經嘅解釋係由你去決定？咁如果上半段挪亞嗰個洪水係字面嘅，點解下半段有形質嘅都要被烈火融化？呢個變咗一個寓意呢？咁樣呢個就係講彼得後書嘅。咁呢個就我就係會去睇啦。好啦，第二題啦，去翻 B 組。哇！我講一條已經用咗10分鐘就死啦。天父點解為耶穌要做咩見證呢？頭先你哋都講咗嘅係咪？係攞翻個咪啊！天父派過施洗約翰為耶穌做見證啦。另外耶穌都講話你查考翻這經啊嘛，這經就係講緊喺約翰福音裏邊可呢個係咪？係啊，我唔記得咗邊句。哦，唔緊要嘅。係啦，咁跟住就係話咁本聖經係神所默示噶嘛，咁咪就係好似係第5章。就係咁，咪就係天父為緊耶穌做見證咯。哦，係。唔知自己講咩，係都俾個掌聲。唔知自己講咩都可以講到咁多嘢。好啦，其實天父咧確實喺唔同嘅場合咧為耶穌做見證嘅，表明耶穌係佢嘅愛子嚟嘅，就係有耶穌受洗嘅時間啦，跟住咧就係耶穌登山變像嘅時間啦。你發覺咧係咪好得意啊？馬太、路加馬太、馬可、路加、馬太、馬可、路加。係啦，當然啦，我講過4元説啊嘛。如果你仲記得新約道論裏邊，係啦，新約道裏邊4福音到底係點樣嚟嘅？有叫4元説啊嘛。咁呢就會有講呢一樣嘢嘅。但係喺約翰福音裏邊呢，就冇耶穌受洗，又冇耶穌登山變像，所以呢，父神喺冇呢啲所謂父神喺度嘅場合呢，為耶穌做見證。其實如果就咁睇呢，3卷我哋叫對觀福音啊，都好似已經為提供咗相關父神為耶穌作見證嘅資料啦。但係如果我哋好仔細去觀察，點解約翰特登唔將呢啲資料記載喺約翰福音裏邊呢？好重要嘅喎，登山變像係好重要噶嘛。耶穌受洗，跟住聖靈降臨，好似鴿子降臨係好重要噶嘛。約翰就認為呢，喺耶穌約翰福音描述裏邊呢，已經有足夠嘅經文證明呢，父神係為耶穌作見證噶啦。所以呢，我估計就嚇耶穌嘅意思就係話，從佢所行嘅神蹟啦，佢所做嘅講論啦，證明父神係同佢一齊嘅。既然咁樣，呢個就唔係淨係耶穌通過自己嘅神蹟同埋講論見證佢嘅身份，更加就係所謂有父神嘅加持啊，即係呢個叫 endorsement 啊之下呢先至行出嚟嘅。點解話係叫父神嘅加持呢？呢一句咧就好緊要嘅，5章19節，我估係阿明挺想提嗰節啦。係咪呢一節呢？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只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唯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係啦，所以其實佢喺度做緊嘢都係做緊父所做嘅事。咁既然做緊父所做嘅事，咪即係表示父係認可佢所做嘅嘢。呢個係咪為佢作見證咯？
所以即係其實要諗嘅。我哋用馬太、馬可、路加嚟到話係啊，父為佢作見證，絕對啱。但係如果我哋嘗試，我哋將自己圈咗喺約翰福音嘅場景裏邊，我哋就要多啲思考啦。所以點解呢？就係即係讀書都冇咁勤力呢，即係就係咁嘅原因啦。我哋呢，其實當你認識聖經之後呢，你會覺得好開心嘅。原來呢係有呢樣嘢。我又翻 A 組啊，耶穌話佢要去啦，佢要去邊度呢？點解猶太人呢會死在罪中，並且唔可以去到佢去嘅地方呢？有冇反應啊 ？A 組好嗱，時間所限啦，咁我哋睇一睇咯。耶穌嘅呢個講論呢，其實緊接住耶路撒冷住棚節嘅教導嘅。嗱，你有冇發覺呢？我 skip 咗約翰福音第7章53節去到第8章，我唔知應該第幾節嘅嗰個行淫時被拿嘅婦人。點解我會 skip 咗佢？有冇諗過？係道論係。哦，係啦，因為呢，我點解會 skip 咗佢呢？喺第4世紀之前嘅抄本呢，係冇嗰一段嘅。係啦，我咪同你講過嘅。我哋喺福音書裏邊有一啲係冇咗噶嘛。譬如喺馬可福音第16章第9節啊，應該差唔多啦。下去到第20節呢，係唔見咗噶嘛。咁所以我係一個呢較為保守嘅人嚟嘅。咁如果喺第4世紀之前最原初嘅抄本係冇呢，我就假設嗰啲抄本呢原本係冇嘅，或者係太多人。因為你記住我哋抄本點樣抄嘅呢？就係我而家喺度講嘢，你喺度抄嘛。咁突然之間有個人，哎呀，點解我係啦鼻哥痕咁？跟住你會抄漏咗1-2個字，即係有機會咁樣。但係如果大部分嘅抄本第4世紀之前都係冇嘅，咁我就會假設嗰段呢原本都係冇嘅。因為耶穌喺行淫時被拿嘅婦人呢一段擺出嚟呢，你同約翰福音嘅上下文呢，其實你好難將佢夾到嘅。你試下嗱，阿 Peter Wong 係有講呢段嘅，係啦。咁但係你嘗試將佢放翻喺上下文嚟，因為嗰段係講緊住棚節，跟住耶穌去到第8章講佢係世界嘅光，住棚節就係為咗世界嘅光。一個行淫時被拿嘅婦人，耶穌話：我也不定你嘅罪了咁樣。咁其實耶穌話：我唔定你嘅罪，喺約翰福音多唔多嘅呢？大家諗下啦。好啦，呢個呢就係緊接住住棚節嘅教訓啦。耶穌喺約翰福音第7章已經提過呢，佢要去嘅啦。耶穌呢就話啦：還有不多時間和你們同在啦，以後就要回到差我來者那裏去咯。你們要找我，卻找不着，我所在嘅地方，你們不能到。猶太人就彼此對問啦：呢個人要去邊度啊？叫佢揾唔到佢，唔通佢要去散住希利尼嘅猶太人嗰度去教訓希利尼人嗎？咁樣，呢個就係佢哋嘅估計嚟嘅。約翰福音第7章嘅講論呢，其實耶穌早已經講到話：我要翻到去父嗰度噶啦，就係差我來者嗰度，所以要翻到去父嗰度。除咗呢個之外呢，約翰福音第8章，耶穌呢緊接對住猶太人嚟到講：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罪係咩呢？其實 A 做第一咪答咗咯。罪呢就係 Hamartia 啊嘛，唔理係舊約或者新約，其實都係叫做 Mr. Mark， 即係好似你射箭射歪咗，呢個我哋就係叫 Mr. Mark， 係咪啊？大家都會記得呢個啊嘛，係啦，錯咗個目標嘛。耶穌話猶太人要死在罪中，喺上下文意思唔係話猶太人有咩打家劫舍行為，而係佢哋要喺自己所主導嘅教導裡面，會一直咁樣喺錯誤嘅目標裏邊嚟到進發，最終就係越嚟越遠離神。如果神就係嗰個目標，佢哋嘅教導其實就係將人移開咗，遠離神。嗱，我今日呢喺呢個教材裏邊呢，其實會同你睇下呢，佢有咩係講錯咗。所以佢哋係越嚟越遠離神，越嚟越唔喺嗰個目標，因為佢哋唔願意接受耶穌嘅教訓，所以佢咪唔可以去到耶穌嗰度咯。因為耶穌係去到父嗰度噶嘛，而佢哋嗰個教訓越嚟越遠離父嘅，咁咪越走越遠咯。好啦，既然生命喺耶穌嘅裏頭，同耶穌嘅遠離都表明呢一班猶太人呢嘅生命亦都係喺死嘅狀態裏邊嘅。呢個呢就係一個較為寓意嘅講法啦。之後呢，耶穌喺14章第6節約翰福音裏邊講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好明顯，呢班猶太人即係呢班嘅領袖呢，係唔信耶穌嘅，唔接受耶穌嘅教訓嘅，所以當然佢哋就唔可以去到耶穌所去嘅地方咯。所以佢就要死在罪中。耶穌就話：我所去嘅地方，你們不能到啦。係咪好容易理解呢？係啦。B 組，上頭來下頭來，屬這世界不屬這世界，死在罪中。耶穌喺短短2節經文講咗無數咁多呢啲咁嘅嘢，其實佢想講咩呢？咁有上頭來下頭來同接受有咩關係呢？上頭來係講緊佢係由天父派來噶嘛，下頭來就係講緊我哋呢啲人喺泥土度出世咯。係有罪咯，咁屬唔係因為喺泥土度出世同有罪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哋好似亞當同夏娃，佢唔聽神吩咐，所以人咪有罪咯。係呢個係一個原啊！如果要同大家去分析原罪論呢，original sin 呢，其實我開1堂至2堂嘅。咁好，遲啲解答呢個問題。好。屬這世界係應該講緊當時嗰啲猶太宗教領袖咯。不屬世界咪耶穌咯，講緊咯。好啦，我哋就咁樣先啦，多謝晒啊！俾少少掌聲啦，都係好難嘅其實。喺創世記有一個咁嘅記載呢，關於第2日嘅創造啦。神話呢，諸水中間呢，之間有空氣，要將水分為上下。神又做出一個空氣啦，將空氣以下嘅水、空氣以上嘅水分開咗啦。咁呢，事又這樣成了咯。神呢，空氣為天，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咁呢個呢，就係第2日。所以第2日創造呢，神就做出咗一啲大地啦、人類同埋萬物呢，最後係被安置喺裏邊嘅，因為人類第6日先做噶嘛。好啦，可見原本合埋一齊嘅水。地是空虛混沌於未黑暗啊嘛，咁啊神嘅靈就運行喺水面，嗰陣時咧就其實係水嚟嘅。咁啊嗰個原本混合一齊嘅水咧被分開咗，喺下邊嘅水要聚在一處，使陸地嚟到露出嚟，即係個旱地。咁喺上邊嘅水咧，神係點樣安排嘅咧？原來咧係啦，令到佢啲水唔會跌落嚟咧。原來喺以賽亞書係有講嘅，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嗱，跟住仲有咯。都係以賽亞書45章第8節，諸天啊，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咁樣。咁原來我咪同你講過嘅，如果你記得，唔知上堂定上一堂講嘅有一個叫穹蒼嘅嘛，係啦，呢個就係近東人嗰個概念。所以穹蒼上邊呢，就係會有一啲水啦。喺近東人嘅文化裏邊呢，喺人居住嘅地嘅上面有一個穹蒼鋪張咗喺天上邊，呢個穹蒼亦都將天上邊嘅水呢墜落嚟。如果人蒙神嘅喜悅呢，神就會喺穹蒼裏邊擠啲水俾你啦。如果人得罪咗神呢，神就唔降水，即係你就唔會落雨啦。呢個就係講點解神會使天閉塞唔落雨嘅原因。嗱，我哋今日我哋知道呢，你因為嗰啲水啦，蒸咗上去之後咧就變咗雲啊嘛，跟住再落嚟。呢個係我哋而家有現代科學我哋嘅思想嚟嘅。你要跳翻入去當時近東人嘅思想，就係原來一切上面嘅水佢會跌落嚟呢，都係因為神會開一個水喉嘅。當你犯罪嘅時間呢，神就唔開水喉啦，所以就會使天閉塞不下雨啦。嗱，我哋一定要入翻佢嗰個嘅 culture 㗎，即係我哋會食豬腦覺得補腦呢，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嘅 culture 嚟㗎嘛。你唔會有個鬼佬佢覺得食豬腦啊補腦啊咁樣。當蛇引誘人犯罪之後呢，蛇就要用土嚟到行走啦，跟住佢係點樣啊？終生吃土。好啦，聽住咯喎。好啦，耶穌都講過，撒旦係從天上墜落，所以簡單嚟講，地就係魔鬼撒旦嘅範圍，天就係神嘅範圍。上頭來不屬這世界就係指天神嗰個地方，下頭來屬這世界就係指地上同埋魔鬼撒旦所在嘅地方。死在罪中，其實好簡單嘅。頭先我哋講咩叫罪啊？係咯，就係一直喺錯誤教訓嗰度越嚟越遠，一直遠離神。如果神係生命嘅源頭，佢哋咪會死在罪中咯。所以跟隨信同埋接受耶穌嘅人
佢就係屬神嘅，神就係佢哋嘅父，佢哋可以咧去到父神嗰度。跟隨猶太人同埋佢嘅教訓嘅，佢嘅父就係魔鬼，係下頭，因為喺個地上邊啊嘛，係同神越嚟越遠，所以係屬呢個世界嘅咯。好啦，我哋去到耶穌講論同埋判斷猶太人咩事呢？嗱，我俾個經文大家睇先啦。耶穌呢一句説話咧，其實係佢對猶太人回應嘅第二部分嚟嘅。經文就係咁樣講啦。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約翰福音8章第25、26節啦。好啦，耶穌講論同埋審判猶太人嘅咩事呢？ A 組有冇一啲 idea？ 我見到你個樣咧，都揦埋咁。講論係講嘢，講嘢係啦，就係講論。佢係咪想講創世俾你聽？佢講嘢喎。嗱，不如我哋睇一睇啊。耶穌對猶太人問佢係邊個嚇？係你係邊個？他們就問他說：你係邊個啊嘛？嚇，所以呢個係回應翻呢樣嘢嘅。所以第一部分就係話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呢一個希臘文呢，第一部分嘅回應有兩種嘅翻譯呢，就會變成有兩種嘅解釋㗎啦。呢個 Peter Wong 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起初就是那個，並且我對你們說。嗱，呢個就係叫Lalo 啦。咁啊個字呢就係亦都係講嘢。咁喺希臘文裏邊講嘢好普通，有兩個字，一個叫 Laleo， 一個叫 Lego 啦。Lego 好容易記啦嚇，Lego 係啦，好容易記啦。咁啊另外一個字叫 Laleo 嘅。咁我哋講説方言啊，即係説方言嗰個呢就係同嗰個喺靈裏邊 Laleo 係有關係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喺新約會咁樣用啦。好啦，我哋睇一睇到第一，我就是從起初告訴你們的。嗱，呢個就係第一個可能嘅意思，因為佢講到起初啊嘛。第二個可能嘅意思，我話俾你哋知，我就係起初。嗱，呢個有兩個嘅可能性啊。如果係照第一個意思嘅翻譯呢，意思就係耶穌從約翰福音第1章開始所講嘅説話，呢個就係最直接嘅解釋啦。但係呢個亦都係最悶嘅解釋嚟嘅，因為呢個點解係最悶嘅解釋呢？因為喺最開頭嘅時間，猶太人都唔係點樣騷佢啦，係咪啊？咁即係唔係咁呢啲嘢嘅喎。咁啊，所以第二個翻譯呢，就可能係聯繫到約翰福音第1章1節，太初有道，亦都可以再跨越到創世記1章1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因為個希臘文個起初，唔係嗰個㗎1章1節希臘文係呢一個。希臘文嘅7十士譯本嘅創世記呢，就係呢一個。約翰福音1章1節個希臘文就係呢一個。你除咗見到呢個好似大街 E 同埋細街 E 呢個叫 Epsilon 啦，咁呢兩個字呢係咪都係一樣樣啊？似啦，梗係似啦。好啦，所以如果耶穌真係要回應話，我就係起初，即係表示佢就係創造嗰位。再加上佢喺8章24節嘅回應，佢話：你們若不信我是啊嘛。頭先阿冰冰都有講過噶嘛，係啦，個基督係冇噶嘛。應該如果你睇古老嘅和合本聖經係多嗰個喺希臘文意思裏邊呢，基督係冇嘅，只係當時和合本嘅翻譯令到佢更加暢順。所以耶穌實際上就係講：你們若不信我是 ego eimi。所以猶太人絕對唔敢用呢個字講自己係 ego eimi嘅，因為呢個字呢意思就係話我就係耶和華，我就係那我是啊嘛。加上約翰福音佢咁刻意咁樣安排呢，好明顯耶穌嘅回應就係話佢就係猶太人所相信嘅耶和華啦。因為猶太人問佢：你係邊個啊？耶穌就話：我就係耶和華咯。就係喺起初嗰陣時，起初佢做咩呢？係啦，我哋睇下咯。喺創世記第1至到第3章，耶和華神説話，最後佢都有審判判斷人類同埋蛇。喺約翰福音第8章26節，耶穌嗰個希臘文嘅意思都係話呢個叫 Laleo 啦。咁啊，雖然同創世記頭嗰3章74本所用嘅叫 Lego 呢一字有啲唔同呢，但係其實約翰福音呢一直都好喜歡用交替嘅同義詞嘅。
所以呢兩個字嘅意思呢，我哋可以理解為一樣。咁啊，有許多關於你們嘅講論，嗱，呢個就係佢嗰個嘅意思嚟㗎。咁所以呢度意思其實咧就係話，耶穌向猶太人説話，就係講論佢哋，就係要判斷佢哋所行嘅。佢點樣判斷佢哋所行呢？呢度冇講，但係之後就講咗。耶穌就係話猶太人係屬魔鬼嘅，係啦。呢個就係呢，因為佢哋都係説謊嘅。嗱，我講創世記第一章，魔鬼做嗰啲咩嘢？最重要嗰樣嘢係啊，係啦，講大話啊嘛，就即係阿唐英年嗰陣時講嗰3個字啊嘛，你呃人。好啦，我哋睇下第6條咯。點解耶穌講咗8章21至29節嗰啲話之後呢，就好多人信佢嘅呢？嗰啲話係咩呢？我哋睇一睇呢段經文啦。咁呢就好長啊，等我好快咁樣讀啦。耶穌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盡麼？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說：我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着父說的。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呢個呢就係回應翻喺3章16節啦。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啊嘛。有冇印象啊？有印象嗬。好啦，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每有一件事是憑佢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因為常係他們所喜悅的人。好啦，喺呢段經文裏邊呢，其實冇太多決定性嘅資料呢，俾我哋知道點解有一啲嘅猶太人呢係去信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有一個可能性呢，就係猶太人同埋嗰啲嘅群眾呢，以為耶穌住棚節嘅時間係為咗顯揚名聲啊嘛。耶穌嘅兄弟喺第7章嗰陣時，約翰福音第7章咪話：喂，你要顯揚名聲，你唔喺住棚節上去，咪唔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咯。所以諗住佢哋要顯揚名聲，但係佢而家以為耶穌要自盡喎。咁耶穌話舉起人子，即係要死亡喎。所以佢估計耶穌可能真係唔係為咗顯揚名聲，相信佢有其他目的而嚟。至於猶太人嗰啲信嘅呢，係咪真係接受耶穌呢？耶穌嗰個有別於聖殿敬拜制度嘅教訓呢，我喺下文就會知道啦。雖然係咁樣，即係話耶穌已經講咗2次我是Ego Eimi，相信猶太人呢唔會咁容易相信同埋接受呢，佢就係自有永有嘅嗰一位。哇，要好快先。好啦，曉得真理同埋叫你得自由，真理同埋自由係指乜嘢啊 ？A， 好，咁我嚟啦。我見你哋喺度擰頭。時間關係，耶穌嚟到地上嘅時間呢，其實已經表明咗佢帶嚟真理啊嘛。恩典和咩啊？都是為耶穌基督來的，係第1章講噶嘛。恩典和真理，律法是藉着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呢個呢就係聖經所講嘅。道成呢度身住在我們中間，充滿嘅有恩典同埋有真理。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個真理咧，好明顯指住耶穌講嘅，亦都係指住佢要所帶嚟嘅教訓。所以喺約翰福音17章17節，你又要記下呢啲咁嘅經文咧，1717好易記嘅。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咁呢個道可以有兩個意思，就係話你嗰個嘅教訓就係真理，或者話你嘅道就係呢位道成肉身嘅呢位耶穌就係真理。所以翻譯做曉得嗰個字呢，其實約翰經常用嘅呢個字呢，叫 Gnosko。Gnosko 喺猶太文化裏邊呢，其實唔係淨係話頭腦上邊知道一啲嘢，更深嘅意思就係同某一啲嘢建立咗一個嘅關係。呢個就係叫做曉得或者叫做知道。所以耶穌喺度所講唔係話嗰啲初步相信耶穌嘅人認同佢嘅教訓，嗰班人應該要更加同耶穌建立關係，就好似耶穌門徒咁樣要跟從耶穌。得自由呢，其實係之後引申佢所講嘅咩叫作奴僕，因為作奴僕咪冇自由咯。
係咪？所以呢個其實係有一個相關嘅。所以耶穌佢同埋佢所帶來嘅教訓係真理嘅時間呢，係有自由嘅時間，亦都反映到猶太人聖殿嗰個敬拜制度呢係虛假嘅。如果真理係叫人得自由，咁嗰個猶太人嘅制度就係叫人捆綁喺奴僕嘅狀態裏邊啦。嗱，呢度仲未好清楚去講嘅，之後呢就會講出嚟啦。所以喺呢度嚟講，真理同埋自由都係指住耶穌同埋佢嘅教訓。要得着自由就唔可以只係單單認同或者認可耶穌嘅教訓，亦要同耶穌建立一個嘅關係同埋跟從佢啦。OK， 猶太人點解會提亞伯拉罕呢？無厘頭，因為從淫亂生嘅有咩關係呢？有冇諗過啊？我從來都唔係咩人嘅奴隸，我係亞伯拉罕嘅咁樣。我哋唔係從淫亂生嘅，你估佢係冇暗所指啊？啊，好嘢好嘢，係啦，呢一點呢就引起咗猶太人回應佢話：我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啦。因為耶穌講嘅説話觸及咗佢哋嘅痛點啊。佢話呢：你們必許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當時猶太人已經冇咗自己嘅國家啦，佢哋係羅馬帝國嘅公民。雖然呢有少少嘅特權，佢嘅特權呢就喺聖殿嗰度，佢可以用翻自己嘅方法嚟到敬拜。但係呢，佢 even 係咁樣呢，佢都唔可以去殺人嘅，所以先要將耶穌交去彼拉多嘅手上。大衛國度咧消失咗接近超過500年啦。佢哋係一班冇自由、冇王國嘅人。猶太人呢話佢哋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其實個目的就係指出我而家就係企喺神應許俾亞伯拉罕嘅地上邊。雖然我暫時冇自己嘅王國，但係最起碼我都傳承咗呢塊地嘅使用權，我仲有自己嘅聖殿。所以佢就係話我從來冇做過誰嘅奴僕，但係呢個係唔正確嘅，因為猶太亡國之後呢，曾經被擄到去巴比倫啊嘛。如果唔係都唔會有但以理書呢一樣嘢出現啦，係咪啊？有沙德拉米撒亞伯尼哥啦。咁耶穌往後回應呢，更加講出咗猶太人嘅問題。佢哋唔似亞伯拉罕嘅後裔喎，猶太人就氣急敗壞啦。佢喺度諷刺耶穌嘅來歷。我哋唔係從淫亂生嘅。按照聖經嘅記載呢，約瑟還未迎娶瑪利亞嘅時間，瑪利亞就有身孕啊嘛。我咪同你講過喺上一堂。所以佢呢就有傳聞呢，就話我唔知道耶穌係唔係瑪利亞，睇下瑪利亞同邊個生嘅。呢個就係約翰福音第9章，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裏來。因為耶穌指責猶太人嘅行為嘅表現唔似亞伯拉罕嘅兒子同埋後裔，所以猶太人就喺度諷刺耶穌啦。呢個就係第8條啦。第9條係點呢？因為耶穌話猶太人想要殺佢，猶太人嘅父係魔鬼，同埋想殺耶穌有咩關係呢？係咪好複雜呢？好，你要撳著個咪。咁猶太人想殺耶穌啦，咁其實係睇翻因為佢哋其實扭曲咗真理啊，咁就好似創世記蛇一樣扭曲咗上帝嘅意思，即係話你唔一定死嘅，食咗唔一定死嘅。咁其實講大話，呃咗夏當夏娃，令到夏當夏娃呢係亞當夏娃，係夏當夏娃，係咁就係啦，咁就要離開上帝啦。咁始終都係死路一條啦。係啦，咁就其實佢都係話緊依家嗰班猶太嘅法利賽人，好似魔鬼咁樣，係啦，咁樣做咯，扭曲真理，心裏面冇真理，係個行為啊上面啊都係咁樣嘅。所以就話佢係魔鬼嘅。係佢父親魔鬼。係好，俾啲掌聲啊！其實都係好難得嘅，可以揾到咁多。好啦，我哋睇一睇啊。嗱，我揾過呢就係咁樣嘅。猶太人呢，係的確曾經想除滅耶穌嘅，去約翰福音第8章尾嘅時間呢，仲想攞石頭嚟到打佢。咁呢個短對話裏邊呢，耶穌雖然話猶太人想去殺佢呢，但係其實只係口角，仲未動武嘅。估計呢，殺佢呢個字呢，喺呢度呢係有特別嘅所指嘅。佢又係用緊一啲呢好有趣嘅，即係你聽完我講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耶穌話你想殺佢。當耶穌指責猶太人嘅父係魔鬼嘅時間呢，其實個上文呢就係話：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你們不能聽我的道，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翻譯做明白呢個字呢，就係認識啊嘛。頭先同你講有叫見乜嘢啊？見 Gnosko 啊嘛。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記唔記得呢個認識即係表示乜嘢啊？
同某一啲嘢一個人建立一個嘅關係。所以嗰班人嘅信耶穌嘅基礎只係好輕微。好啦，我 consent 一下，我同意你所講嘅嘢，但係冇實際上咧去認識耶穌，亦都冇跟隨佢嘅教訓，所以佢哋就唔明白耶穌嘅話咯。佢哋唔認識，亦都唔願意放下自己嘅成見去建立，去同耶穌建立關係，所以佢哋就冇能力去聽耶穌嘅教訓啦。喺當時嘅聖殿敬拜制度之下呢，佢哋建立咗一啲唔係由神所倡導嘅教訓。咁呢，父神嘅殿原本應該係萬國禱告嘅殿啊嘛，但係呢啲猶太人將佢變成咗賊窩啦。呢個就係扭曲咗神嘅道同埋神嘅教訓。猶太人嘅父係魔鬼，唔係話佢係魔鬼生出嚟嘅仔，或者唔係魔鬼所創造。喺猶太文化裏邊呢，父親所做嘅個仔都會照住做。呢個喺邊度講㗎？就係約翰福音5章19節咯。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做。所以點解耶穌係神嘅兒子啊？因為佢做緊父神所做嘅嘢咯。所以耶穌所指嘅一定係猶太人照住魔鬼喺伊甸園所做嘅嘢。佢做乜嘢啊？就係説謊咯。説謊唔一定係講大話嘅，可以係扭曲咗嗰句説話原來嘅意思。伊甸園裏邊魔鬼就係扭曲咗耶和華嘅話啦。佢話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嘅果子你們可以隨意吃。跟住888，你們必定死。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嘅果子嗎？得，你們不一定死。猶太人點樣做呢？猶太人就扭曲咗神嘅話。摩西話：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即係我原本應該攞家用翻屋企，你又唔想做11奉獻，你可能呢，你份人工你有1/10係俾家用，有1/10係奉獻嘅，咁你就話：哦，我已經將嗰1/10我攞咗去奉獻啦，所以我就唔需要俾家用你啦。以後就不容他們供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做了許多這樣的事啊。所以呢個呢，就係佢哋做咩？扭曲咗神嘅話咯。所以魔鬼伊甸園就欺騙咗始祖，導致佢哋最終死亡。耶穌指出魔鬼咁樣做就等同於係殺人。照樣猶太人隨自己嘅意思曲解神嘅話，導致人唔可以親近神，所以佢哋所做嘅就係模仿魔鬼所做嘅。呢個就係耶穌喺馬太福音第23章所講文士同埋法利賽人所做。所以喺呢度耶穌話猶太人想要殺佢，除咗預言猶太人之後真係預備殺死耶穌呢，亦都可以指猶太人曲解咗佢嘅教訓。因為説謊嘅後果係帶嚟死亡，就等同於殺人啦。喺創世記裏邊，條蛇有冇直接殺死夏娃同埋亞當啊？冇，但係最終呢兩個人都係要死啊嘛。係啦，其實死知唔知？曾經有一個人問一個問題呢：點解佢唔係馬上死嘅？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嘛。咁點解佢冇死到啊？哈哈，一陣間你再去解釋翻。好啦，我哋去到第10條咯。人若遵守主嘅道，就永遠不見死。喂，有邊個係有遵守主嘅道嘅？請你舉手。恭喜你，你哋唔使死啊！嗱，我哋睇一睇。當我哋嘗試理解耶穌呢個説話嘅時候呢，我要理解死係咩意思？有冇一啲舊約嘅經文呢可以做比較喎？嗱，記住，嗱，我哋睇清楚嗰個嘅經文嚇。耶穌唔係話永遠不會死，耶穌係話永遠不見死。你記唔記得上一堂我哋講過見有3個字㗎 ？Theoreo 啦、Brampo 啦同埋 Oral 啊嘛，梗係唔記得啦，唔緊要嘅。你記得我覺得真係我要請你食飯。呢個就係 theoreo 嗰個字嚟嘅，即係呢就係話去理解。好啦，喺新約裏邊，保羅有冇死啊？保羅、彼得、雅各、約翰全部都死晒，咁最終都死咗啊！如果耶穌嘅教訓係肉身永遠不會死，咁就肯定冇應驗呢，即係耶穌喺度講大話啦。咁啊，分別善惡樹嘅果子，創世記2章17節，佢話耶和華神話，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們不可吃，因為你吃嘅日子必定死。咁啊，聖經中首次出現呢個死字，不幸地呢，亞當同埋夏娃都食咗分別善惡樹嘅果子，冇遵行神嘅吩咐，最終被趕出伊甸園，與神隔絕。但係亞當係咪即刻死啊？亞當活到幾多歲啊？930歲，
仲生兒養女。好明顯，死嘅字除咗指肉身嘅死呢，仲有另外一個意思嘅。係啦，就喺路德記。而家同阿路德好 friend 啊，我相信係啦。路德嘅話表明咗近東人對死一個嘅睇法就係分離。佢同阿拿俄米講嘛：你在哪裏死，我也在哪裏死，也葬在哪裏，除非死能使你我分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於我。咁所以呢個死呢，更加大嘅機會呢，就係話分離。耶穌話永遠不見死，嗰個見字就 theoreo 啦，就係意思係觀察、見到同埋經歷嘅意思。所以耶穌話指出遵守佢道嘅人就唔會觀察或者經歷到同神分離啦。呢個就係主嚟嘅時間嘅特質。所以唯有主嘅道係永存嘅，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因為主嘅道有永存嘅價值，所以遵守呢一個道就永遠唔會同神分離啦。同唔同意啊？但係我喺度做完之後呢，我就有另外一個嘅睇法。呢個呢，就係如果耶穌8章25節對猶太人講，佢從起初所告訴佢哋嘅呢個起初係指創世紀之前嘅起初，遵守主道嘅意義就會變咗去另外一個嘅層次啦。哇！呢個簡直係一雞多吃啊！即係你發現原來呢個經文咧可以咁多解釋。喺創世記裏邊，亞當要點樣做先唔死啊？係啦，佢只要食其他樹上嘅果子咪得咯。你唔會為咗一棵樹放棄咗整個森林噶嘛？但係佢而家就係為咗一棵樹，就係放棄咗整個森林啊嘛。咁所以必定死啦。所以耶和華就向亞當話：耶和華向亞當所講嘅就係佢嘅道咯。如果亞當遵行嘅時間唔食分別善惡樹上嘅嗰啲，就唔會死咯，就唔會與神分離。如果係將呢兩段經文放埋一齊，就更加清楚。喺希伯來文，亞當嘅意思，Adam個意思就係人。所以耶和華說：你呢個人啊，亞當可以吃，但係你有咩不可吃？你吃就必定死。創世記2章嗱，好辛苦㗎，我呢度你自己翻去睇翻經文啦。好啦。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就係亞當，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耶和華喺創世記話：你如果吃就必定死。耶穌就話：你若遵守我嘅道，就永遠不見死。如果係將約翰福音第8章25節嘅場景，我哋設定喺創世記嗰起初嘅時間，而家對住猶太人講嘢嘅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嗰一位。就係伊甸園對住亞當講：你吃必定會死嗰一位嘅耶和華神咯。嗱，你而家餓呢唔緊要嘅，你翻去呢，你再餓下啦。所以通過耶穌嘅教訓，佢向猶太人所表明嘅就係話佢就係嗰一位耶和華神咯。我從起初啊嘛，耶和華就話你要聽呢個你就唔會死。耶穌就話你遵行我嘅道，你就唔會死。但係耶和華，如果你食呢個，你就會死。所以即係喺神學上嚟講，唔可以話耶穌等於父，但係耶穌所做嘅事同父嘅所做嘅事係完全一樣嘅。第11題呢，就亞伯拉罕幾時見過耶穌啊？因為還沒亞伯拉罕就有咗耶穌嘛，應該點樣解呢？我都曾經諗過呢個解釋㗎，但係呢，我就發覺呢個解釋好似有啲奇怪咯。三位一體係去到第6世紀先完全進化完畢嘅一個神學理論嚟嘅，係去到第六世紀係所以即係我哋千祈讀聖經呢，唔好用三位一體嗰個角度，馬上就去做一個好快嘅釋經。彌賽亞，亞伯拉罕點會見到彌賽亞呢？嗱，我睇一睇咯。喺理解呢句説話嘅時間呢，相信亞伯拉罕應該冇見過肉身嘅耶穌呢，就係 Jesus in flesh 啦，冇見過啦。咁釋經範圍應該係設定喺舊約嘅裏邊嘅。有聖經學者認為呢，耶穌嘅意思係將來亞伯拉罕呢會喺彌賽亞國度裏邊見到佢，因為經文所用嘅 oral 呢個字呢係一個簡單嘅過去式，即係見到啊，就係一件已經發生嘅事。如果我哋一味要話亞伯拉罕呢喺舊約見過耶穌呢，就同上下文意思就唔係好合啦。
亞伯拉罕喺舊約裏邊咧係多次同耶和華咧係相遇嘅，包括咗呢幾次。嗱，有呢幾次嚇，都睇到啦嗬。好啦，喺繼續拆解之前呢，耶穌喺上文嘅説話咧，應該係一個值得留意嘅關鍵。如果唔係，就唔會有8章33至40節又再提到亞伯拉罕。喺約翰福音8章50至54節，耶穌4次講到榮耀或者係使榮耀啊嘛。嗱，留意我如果你要翻去讀㗎，所以係有幾次講到榮耀嘅。好啦，榮耀喺新約裏邊呢，可以指神嘅特質被稱揚或者被高舉，但係喺約翰福音裏邊，榮耀好多時都係指耶穌要上十字架犧牲，要成就救恩。呢個係約翰福音特別用榮耀嘅意思，就係呢幾段嘅經文啦。大家睇到嗬？好啦，既然榮耀亦都係表明咗耶穌喺為世人受死而帶嚟嘅救恩，咁樣亞伯拉罕同埋耶和華神嘅相遇喺獻以撒嘅事件上邊，替代以撒嘅公羊，亦都係替代咗以撒嘅死被獻上，亦都讓以撒可以得着救恩咯。如果冇嗰隻公羊，亞伯拉罕就一劈落去咯。所以經文亦都係講仰望我哋嘅日子呢，可以除咗理解為耶穌基督降臨審判日子，都可以作為人子作為彌賽亞拯救日子之外呢，可以理解為亞伯拉罕獻以撒嗰一日。呢一日就係亞伯拉罕一家蒙拯救日子。點解呢？因為如果亞伯拉罕冇咗以撒，佢就冇咗後裔噶啦。耶和華神講過，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嘅後裔，所以以實瑪利生嘅唔可以稱為你嘅後裔噶。所以以撒死咗就死硬噶啦，係啦。咁佢嗰日佢見到乜嘢啊？公羊，就聽到神嘅聲音。呢個咧就係聽到神嘅聲音嗰段，就係代替佢嘅兒子。亞伯拉罕聽見咗神嘅話就遵行。耶穌呢一位神嘅獨生子咧，替代亞伯拉罕嘅獨生子。以撒當時就唔需要死啦。猶太人稱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子孫，佢應該好似亞伯拉罕一樣聽從神嘅話，但係猶太人就走歪咗，施以解釋神嘅話，唔接受呢位道成肉身嘅耶穌。佢哋睇唔起耶穌，但係耶穌就話：你哋所誇係亞伯拉罕嘅子孫，你哋亞伯拉罕一早已經見到我啦。因為亞伯拉罕佢聽從，咁耶穌其實就係表明佢就係亞伯拉罕所仰望、所跟隨嘅耶和華。亞伯拉罕佢堅定遵行神嘅話，但係猶太人佢係一直好輕看耶穌，唔跟隨佢。咁啊，最後呢，呢啲好似相信嘅猶太人呢，就話攞石頭要打佢啦。係咪有個全新嘅角度呢？呢個就係我哋嘅反思啦。好嗱，大家反思下先。喺反思嘅時間呢，你可以去廁所，去完廁所翻嚟我哋講埋第7個。唉，呢度得10題啫，所以應該好快嘅。
好啦，我哋咧開始翻啦。我會好努力用半個鐘頭咧就講咗，跟住我哋影相啦。好牧人嘅講論同埋生來瞎子有咩關係呢？生來瞎子喺約翰福音第9章，跟住就去到第10章好牧人啊嘛。其實約翰福音第9章嗰個生來瞎子被醫好嘅時間呢，佢好認同耶穌嘅教訓。好啦，猶太人同埋法利賽人呢，就將嗰個人點啊趕出咗會堂咯，因為佢跟從耶穌嘅話呢。就他跟耶穌對話之後呢，就信咗耶穌啦。咁之後呢，耶穌就指責法利賽人瞎眼，咁呢指出佢哋嘅罪。咁佢哋嘅聖殿敬拜制度同埋對妥拉解釋呢，就限制咗神嘅子民。佢哋唔真正關心同埋牧養神嘅子民。我咪揾你讀呢個以西結書34章同埋37章嘅。啊，係喎。好啦，喺舊約。神嘅子民被比喻為羊群，所以領袖咪應該係佢哋嘅牧人咯。好啦，咁呢一段呢就係咁樣嘅。以西結書34章2至6節，其實同埋耶利米書都有嘅，不過以西結書呢就更加匹配嘅。所以以西結、耶利米呢兩個都係大先知嚟噶嘛，佢哋都係講呢一個同一個意思嘅。所以猶太人同埋領袖必然知道耶穌呢句説話，佢話我是好牧人啊嘛，咁一定會知道你即係話我唔係好牧人啦，係啦，即係喺度潤緊佢哋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好牧人嘅講論呢，就係延續咗猶太人對受弱者、失喪者嘅冷漠，同埋呢疏於神所交託牧養照顧嘅責任。嗰個生來瞎眼嘅人有冇人去理佢啊？如果我哋讀約翰福音，應該係第6個神蹟嚟嘅。冇人理佢，得耶穌走去記佢去。第7個神蹟呢，就係復活拉撒路啊嘛。咁呢個就係嗰段意思啦。好啦，咩叫羊圈呢？邊個係看門嘅呢？點解耶穌係羊嘅門呢？咁樣開咗佢呢，就係一個門啦。係你肯定，如果答錯今晚唔俾走喎。嗱，唔緊要，我哋睇一睇下羊圈呢，原來分為2種嘅，即係等於我哋住嘅樓呢，都有一啲係啦公屋同埋私樓咁樣嘅。原來咧有城市嘅公共羊圈，同埋另一種呢就係野外嘅羊圈。咁啊，城市羊圈呢就係咁樣啦。嗱，大家自己去睇啦。野外羊圈呢，講明係野外噶嘛，咁所以呢就係一個嗱，我特登呢講咗畫咗一樣嘢，就係冇門嘅。只有一個開口，牧羊人呢會喺個開口嗰度就將啲羊呢就整入去。好啦，個牧人呢就會瞓喺嗰個開口嗰度保護羊群。咁所以牧羊人呢就實際上變成咗羊嘅門啦。嗱，所以我哋如果唔理解嗰陣時嘅情況呢，我哋就好難會明嘅。耶穌喺度呢就好簡單，用猶太人好容易理解嘅一個圖畫，就描繪佢自己其實就係羊嘅真正牧人同埋羊嘅門，即係表示咩呢？佢會保護同埋關顧呢一班人。佢嘅背景就係喺約翰福音第9章，嗰班猶太人淨係知道要將人趕走。你聽耶穌講嘅嘢啊嘛，你走。佢甚至想同佢嘅父母都趕走埋啊嘛。嗰陣時係一個咁嚴峻嘅場景，佢應該係照顧呢班人噶嘛，但係佢哋就係唔照顧。最終邊個去牧養嗰個生來瞎眼啊？就係耶穌咯。咁所以猶太人嘅領袖應該做牧羊人嘅。但係佢哋咧只係服務呢個制度，唔理會羊嘅需要。所以耶穌咧喺約翰福音第10章嘅講論呢，就講出佢呢個作為好牧人呢必定要嘅嘢啦。嗱，呢一度呢，就請你翻去讀啦。呢個呢，其實好有意思嘅。咁我揾到呢啲資料呢，就你會睇到呢點解要去安歇嘅水邊呢？詩篇23篇，因為佢係驚流動嘅水嘅，啲羊係驚流動嘅水嘅，所以佢就係會喺安歇水邊，佢先會去飲水。好啦，我哋睇一睇啲圖咯。呢個就係嗰個咁樣啦，同埋咁樣啦，有呢一樣咁嘅嘢。嗱，又係咁樣啦。咁呢個係畫出嚟嘅。咁啲羊呢入咗呢度啦。咁個牧人呢就係會喺個羊嗰度啦，即係佢喺個門口挨咗喺度啦。好啦，約翰福音第10章10節係講咩呢？係啦，個翻譯次序呢就係話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為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好啦，照和合本嘅次序，一個係盜賊，佢會嚟嘅，
但係個目的好衰，就係想偷盜、殺害、毀壞。跟住耶穌都會嚟嘅，但係佢嚟呢就會帶嚟一個全新嘅改變，係咪啊？嗱，即係喺你嗰個角度嚟講，你讀和合本呢就係話盜賊來，無非要殺害、偷竊、殺害、毀壞。即係你覺得個盜賊點都會嚟嘅，但係根據希臘文呢，有少少唔同喎。原來佢意思就係話個盜賊係唔會嚟嘅，除非係啦。但係佢嚟呢，就係要令到個生命得到一個好豐滿嘅地步。所以按照耶穌嘅講法，盜賊根本上就唔會嚟㗎。所以生來嘅瞎子根本上猶太人係唔會理佢㗎。你唔理解到啊？因為生來嘅瞎子根本上就對呢班嘅猶太人係冇好處啊嘛，冇嘢好偷啊嘛。佢生來就係瞎子啦嘛。雖然佢係口齒好伶俐，我每次我讀約翰福音第9章覺得好正嘅，即係如果識得咁樣鬧人呢，就真係鬧到要聽又唔聽。係因為網上流行嗰個咩嘅要講又唔聽，聽又唔做，做又唔知咩嗰個，即係係啊。咁如果你聽，我覺得咧應該就係個瞎子對住嗰班法利賽人咧講嘅説話嚟嘅。咁啊，盜賊呢一個字咧喺約翰福音第一次出現咧係喺第10章。盜賊明顯咧指住猶太人講嘅，即係嗰班嘅領袖。咁亦都表明猶太人呢就係以西結書34章2至6節所講嗰個。猶太人呢期望呢從生來瞎眼嘅同埋佢口中呢去否定耶穌嘅身份，就係呢一段嘅經文。所以猶太人向生來瞎子同埋佢父母嘅對話，明顯就係一個咩呢？偷竊、殺害、毀壞嘅一個表現。耶穌嚟係叫人得生命，嗰個生命係豐盛到一個地步呢。約翰福音第6章已經講咗啦。我對你們所說嘅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喺約翰福音第9章，生來瞎子佢做咩嘢呢？佢相信接受，起來行動。耶穌話：你去西羅亞池子一洗，你記住佢係瞎子嚟嘅喎，佢仲要手去西羅亞池子喎。佢唔會有啲人嚟到，我唔知有冇人去扶佢去啊。但係佢聽到耶穌嘅話，跟住點啊？接受咯。所以凡接受他的話，接受就是信他名的人咯。所以呢個咪係變成咗一個相信耶穌嘅人咯。就係呢一段嘅經文。跟住佢見到耶穌，佢話：主啊，我信，就拜耶穌。更豐盛嘅生命呢，其實可以有以下咁多個嘅意思嘅：1、2、3，大家呢翻去研究下咯。所以呢一段嘅經文呢，就應該係放喺呢上下文裏邊嚟到理解嘅。咁我自己呢，較為喜歡嘅呢，就係呢一個嘅意思嘅，因為神創造出嚟應該係好完美嘅。你翻去一個好完美嘅狀態，因為耶和華佢話咩係甚好啊嘛，去到第6日嘅時間，咁所以應該係一個好完美嘅狀態，就係呢個人應該原本有嗰個狀態啦。耶穌話佢好牧人，好牧人同埋僱工係指邊個呢？嗱，大家都知道啦。好牧人明顯就係先知書中所講嗰位，其中有2個嘅身份嘅。以西結書裏邊，耶和華因着嗰個惡牧人呢唔盡職，佢就要自己去親自牧養啦。所以耶穌表明佢自己就係耶和華，就係以色列人所信嘅神啦。經文就係喺呢一度。好啦，從呢段經文可以睇到呢，羊無論去咩地方都係有草吃嘅喎。咁記唔記得詩篇23篇講乜嘢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嘅水邊啊嘛。所以照以上經文所講，羊無論去到邊度呢，都係有草食嘅。耶穌都講過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穌就係同耶和華身份做一個嘅類比啦。原來我就係有2個身份啊嘛。第一個佢係牧者，經文呢亦都提到呢，原來大衛會牧養呢一班嘅人嘅，而大衛就係受膏者，受膏者就係彌賽亞。彌賽亞呢一個字喺新約就係咩字呢？基督咯 ，Christos 呢個字，即係 Christ 呢個字，其實就係意思係受膏者啦。好啦，呢個就係呢嗰段嘅經文，就係話我嘅僕人大衛要牧養佢哋。
咁我自己覺得啦嚇，僱工咧可能係一個襯托嘅角色嘅啫，目的咧就係指出真正牧人咧先有行為。如果我哋將僱工指向猶太人咧，好似好自然嚇，好似好自然，但係好難以理解咧，係邊個僱用呢啲猶太人作為僱工嘅呢？葡萄園會有僱工，但係個對象就唔係羊。我自己覺得嚇，你可以去推翻㗎，你用一切嘅方法推翻我嘅講法都得㗎。所以我哋如果與其將僱工解釋為猶太人呢，不如簡化呢個嘅講論，係一個牧人同埋僱工只係一個嘅比較。個僱工呢未必係指有人，因為你喺個經文上下文呢，佢都冇特登同你講僱工係點。耶穌同埋羊彼此嘅認識呢，點樣聯繫於父同埋子嗰個認識呢？呢段好奇怪嘅經文嚟嘅喎，不如讀一讀好唔好啊？約翰福音第10章14至到第15節，我哋揾到就可以讀啦。當你讀嘅時間，我飲茶啦。揾到未？我讀。係啊，好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知唔知講乜嘢？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記唔記得認識係點解啊？跟從。唔係。嗱，再嚟一次咯喎！嗱，今次應該會好印象深刻㗎啦。兩節經文呢，就係耶穌同埋羊彼此認識，父同埋子彼此認識，都係用翻同一個字，叫做見乜嘢啊？見。Ginosko， 係你臨走你都識得講呢句説話先啦。1、2、3 Ginosko 係啦。Ginosko 咧就係指認識，亦都可以指明白。呢個係希臘文嚟嘅。咁耶穌喺地上嘅時間呢，佢喺生活裏邊呢，其實佢唔係最主要講希臘文㗎，即係等於我哋知道喺中國我哋嗰個官方語言係普通話啊嘛。但是今天晚上如果我跟你們說普通話嘅時候，那你不一定會明白的。可以，沒問題。那我們轉台啦，好不好？咁但係我哋喺香港生活係講咩？講廣東話啊嘛。咁當時耶穌佢哋喺當時嘅地方生活呢，佢係用緊亞蘭文嘅。咁佢用亞蘭文，當亞蘭文係講認識嘅時間係咩意思呢？嗱，我一定要等大家認識多啲呢個認識嘅意思嚇。認識喺希伯來文，即係亞蘭文同埋希伯來文係好類似嘅字嚟嘅。係叫 Yada。係咪容易讀過 Ginosko 啊？其實如果我哋得講你也打佢呢，我哋睇一睇呢一節嘅經文咯喎。係也打呢個字呢，喺創世記4章1節，那人與他妻子夏娃同房，個同房就係也打。係啦，嗱，所以我點解特登引好，點解我特登引呢一節呢？因為你諗下當時其實耶穌呢個字有兩個嘅，即係叫語帶相關。除咗話我知道佢係邊個，我好認識佢，亦都講緊我同佢有好親密嘅關係，好似父同埋子一個好親密嘅關係。耶穌同埋羊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呢個好親密嘅關係就類比翻猶太人，咪應該同嗰班嘅猶太百姓應該有好親密嘅關係噶嘛？因為佢係牧人嚟噶嘛。但係佢哋唔係好牧人啊嘛。佢哋唔係好牧人，咪同嗰班羊冇好親密嘅關係咯。見到一個生來瞎子可以完全唔使理佢嘅咯。跟住當佢好翻嘅時間，佢哋唔係開心嘅喎。邊個叫你喺度做嘢㗎？嗰個咩咁？好在生來瞎子呢，佢即係好勇敢啫，咁樣講嘢。即係如果唔係呢，就俾佢即係嚇窒咗㗎啦。所以耶穌同埋羊彼此認識，佢哋有好親密嘅關係。正因為呢一個嘅原因呢，耶穌願意為羊捨命。父神同埋耶穌呢，亦都有親密嘅關係，係密不可分嘅。喺父子嘅層面裏邊呢，當主耶穌背負世人嘅罪嘅時間，聖潔嘅父神當時唔可以同罪相近，就要與耶穌分離。因為點解就係都喺主耶穌喺客西馬尼園裏邊講所提到嘅嗰個嘅杯呢一段呢，就係嗰個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利，就係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所以你見到。如果一個父同埋子咁親密嘅關係係因着要拯救人，而當時父神係唔可以同帶有世人所有嘅罪嘅子
要黐埋一齊嘅時間，你會見到父神其實愛人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嘅情況啦嚇。所以耶穌喺呢個類比裏邊呢，就將羊同埋嘅關係就類同於子同埋父嘅關係。因為呢一個緣故，當耶穌睇到猶太人扭曲咗正確嘅聖殿制度，扭曲解咗妥拉呢，就多次出手顯出神蹟。呢個呢，就真係一個牧者嘅心啦。嗱，呢個就係佢嗰個嘅情況。好啦，跟住呢一度呢，係我喺整個約翰福音7個講道裏邊我最滿意嘅一個嚟㗎。好啦，呢個另外有羊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係咩意思？我好為呢個嘅解釋而自豪嘅。好，如果大家覺得係外邦人嘅，請你舉手。好，如果大家覺得唔止係外邦人嘅，請你舉手。好啦，唔止係外邦人，咁係咩人先？嗱，佢嘅羊，耶穌嘅羊一定就係猶太人啦。佢另外一樣即係非猶太人啦。好啦，我哋講非猶太人或者講外邦人係好簡單嘅。一般嚟講呢，你睇絕大部分嘅釋經書呢，都係講外邦嘅信徒嘅。點解呢？喺以弗所書3章5至6節咪有呢度咁樣講咯。呢個係一個奧秘嚟㗎嘛。喺以前嘅世代冇人知道嘅，如今呢，藉住聖靈啟示佢嘅聖使徒同埋先知，呢個奧秘就係外邦人喺基督耶穌裏邊藉住福音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所以你哋係啱嘅喎。耶穌對門徒嘅sorry啊。然而對耶穌嘅門徒嚟講呢，佢哋未必理解，因為耶穌曾經講過呢：外邦人嘅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嘅羊嗰度去啊嘛。呢係馬太福音第10章講嘅。所以估計呢，因為耶穌曾經吩咐門徒去以色列家迷失嘅羊嗰度，所以當耶路撒冷教會喺《使徒行傳》第8章大遭逼迫嘅時間呢，耶路撒冷教會有啲基督徒呢，就只係同猶太人嚟到傳福音啦。呢一段呢，就係嗰個嘅經文啦。其實外邦人得以歸入去呢個立約嘅群體，舊約有冇講過啊？嗱，如果你真係冇嘅，我如果揾到有，你請我食飯。好，嗱，記住。以賽亞書係有講過嘅。當那日，好，我哋睇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係咪好有趣呢？舊約有講，點解唔講巴比倫啊？因為巴比倫必世世代代永無人煙無人居住啊嘛，呢個係耶和華對於巴比倫嘅一個咒詛。你要睇翻以西結書啦。好啦，所以從整體聖經觀嚟講呢，外邊嘅羊，外邦人係另外一樣呢，係好正確嘅。整體聖經觀啊，猶太基督徒呢，只係向猶太人傳福音，呢個係先後次序，先係猶太人，後係希利尼人，呢個就係羅馬書所講嘅。咁啊，另外呢，亦都可能係責任嘅分配啦。咁啊，彼得就係向受割禮之人傳福音，保羅就向未受割禮之人傳福音。但係我又去翻嗰個問題，如果手上面只有一本約翰福音，咁你點做呢？喺路加福音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裏邊，嗰個落喺強盜手中嘅人係被好撒瑪利亞人嚟到幫助噶嘛？咁當耶穌問律法師嘅時間，邊個落在嗰個強盜手中嘅鄰舍啊？律法師話：說憐憫他的。其實律法師好簡單喺度講撒瑪利亞人咁咪得咯。我打漏咗個字嚇，撒瑪利亞人咁咪得咯。其實猶太人敵視撒瑪利亞人係有非常久遠嘅一個歷史因素。簡單嚟講呢，佢哋從來唔將撒瑪利亞人呢睇成立約嘅子民，撒瑪利亞人呢就認為自己都係立約嘅子民。如果我哋仲記得我哋所講嘅第二個講論係講乜嘢啊？好啦，城裏邊好多撒瑪利亞人都信咗耶穌。喂，呢個就係嗰段嘅經文啦。
所以我哋以嚴謹嘅角度嚟講，另外嘅羊就係撒瑪利亞嘅信徒，佢哋就係要同猶太嘅信徒一起歸一個牧人。如果猶太人喺古時係比喻做當時嘅猶大國係南國，撒瑪利亞人呢班好多時拜偶像嘅人係當時嘅以色列國就係北國嘅話，原來我咪叫你睇以西結書第37章嘅。好啦，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約瑟，就是為以法蓮，即係以色列家啦。你要使2根木杖接連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根。去到下邊最尾嗰句：我嘅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羊，眾民必歸一個牧人。睇到啊，嗬？以西結書呢一個嘅預言喺舊約從來冇應驗到，因為已經冇大衛家作王嘅人啦。耶穌係大衛嘅子孫啊嘛，耶穌係牧人啊嘛，耶穌就係呢位受膏者啊嘛。所以你更加從約翰福音個角度嚟睇，另外嘅羊就係指約翰福音第4章嗰班喺撒瑪利亞城嘅人信咗耶穌。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原來喺以西結書37章講過，耶和華所要立嗰個嘅牧人，就係要將分離咗咁多年嘅猶大國同埋以色列國重新黐埋一齊。呢一個嘅牧人就係做緊呢樣嘢。而耶穌正正就係喺約翰福音第4章，佢點解特登要去到撒瑪利亞城啊？就係要向嗰個女人講嘢，講完嘢之後，嗰班人就要信佢，信佢就係接受佢，佢就可以成為佢哋嘅牧人咯。O 唔 OK 啊？所以我呢係真係對呢個解釋呢好滿意啊！好啦，耶穌為羊捨命，點解佢可以取翻嚟啊？其實你覺得呢個好似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即係耶穌話：我為你死，我都可以翻生嘅。係邊個叫耶穌從死裏復活嘅？係咪耶穌自己？哎呀，我死夠啦！哎，夠鐘3日，嘟，跟住我要起身啊！咁樣係咪咁樣呢？聖經係點樣講耶穌係點樣從死裏復活啊？大聲係咯，就係父神咯。因為為羊捨命係佢有權柄寫嘅，亦都有權柄取回嚟。我哋就咁睇呢，似乎係冇咩所謂。但係呢個其實同聖經一貫嘅教訓呢係好有問題嘅。一路都係講神叫基督復活啊嘛。唔係基督自己因為夠鐘個錶響咗，所以佢要復活啊嘛。呢個就係嗰個嘅經文嚟嘅。一路呢喺整個新約都係咁樣講。約翰福音10章17、18節好似話耶穌佢有權柄寫嘅，我都有權柄攞翻嚟。我有權寫明，我都有權柄攞翻條命翻嚟，好似唔需要父神嘅參與。所以重點就係喺權柄同埋取回來呢兩個字係點解啦？權柄 exousia 呢個字就係權柄啦。跟住取回來就係南巴魯呢一個字 exousia 可以指權柄、權利、權力、權威。南巴魯呢一個字可以指攞住、取得、拿到、接受、領受、獲得。和合本嘅翻譯呢，似乎就會令到呢人會覺得耶穌既然我捨命，我都可以攞翻條命翻嚟嘅。但係經文嘅意思，如果我哋更加照合乎整體新約嘅教導去理解，就應該係點樣呢？因為父愛我，因我捨棄我嘅生命，以致我可以再次獲得。冇一個人可以從我呢度奪去佢，即係指嗰個生命。然而我從我這裏捨棄佢，就係捨棄佢嘅生命。我有權柄 authority 去捨棄佢，亦都有權利個 right 去重新獲得佢。呢一個嘅命令就係我從我父所受獲得嘅。所以呢一個翻譯嘅理解就係話耶穌呢度所講就同整個新約呢係合一啦。復活係父神賜予嘅，耶穌係因為信服神嘅旨意，佢有權利可以喺父神嗰度重新獲得生命。雖然呢個複雜，呢個解釋有啲複雜呢，但係令到我哋呢可以同整個新約嘅教導呢都係一致性啦。好啦，其實就去到第10章22節啦，就係講到呢個修殿節啊。從7章2節開始，耶穌就進入咗住棚節嘅講論呢，因為講論有2部分啦，就係我哋嘅第6同埋第7個講論。如果以時間劃分嚟講呢，第7個講論應該係結束喺10章21節嘅，因為各人呢仍然對耶穌嘅身份存疑。呢個時間呢已經係住棚節嘅尾聲啦，就係呢度啦。但係從10章22節開始進入咗另一個時區，就係 Hanukkah 嗰個字啦，就係光明節嗰個字。但係因為呢喺
10章26至29節仍然提到羊嘅，所以呢，我就將呢度都納入埋呢個講論嘅裏邊。修殿節呢並不是耶和華嘅節期，但係裏邊呢有豐富嘅歷史色彩。修殿節呢係為咗紀念猶太人喺馬加比家族嘅領導之下呢，喺主前164年喺希臘西流古王朝安提阿古4世手上呢攞翻耶路撒冷，就將耶路撒冷重新呢個聖殿呢就獻俾神。修殿節都係叫光明節啊，所以個 false 咧點解阿 Peter Wong 會覺得同修殿節有關係呢？因為猶太人嘅傳統呢，就係話當時有一個專供聖殿使用嘅油呢，即係剩翻少少，但係好奇蹟地呢，可以點咗8日，啱啱呢就有新嘅油呢可以煉製而成，聖所重新被光照，祭司呢都可以重新侍奉。修殿節被約翰提起呢，除咗係指出時間線啊，有一條 timeline 之外呢，亦都係配合咗約翰福音嗰個講述。嗱，睇下咯喎。約翰福音第2章，耶穌潔淨聖殿，因為聖殿俾猶太人污穢咗。馬加比家族再次攞翻聖殿，因為聖殿俾安提阿古4世污穢咗。即係記唔記得點樣污穢啊？喺祭壇上面獻乜嘢啊？獻豬啊！好啦，馬加比家族創建咗短暫嘅馬加比王朝，統領以色列人。耶穌係大衛嘅子孫，佢係神嘅兒子，要統領神嘅子民重新敬拜神。傳統話聖殿嘅油可以點8日，帶嚟光明，令到祭司可以重新侍奉神。耶穌就係世上嘅光，佢帶嚟世人新真正嘅光明，等世人可以真正喺神嘅心意中呢去侍奉神。好，跟住我真係冇氣啦，就嚟第10章28、29節。其實呢一段經文呢，就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嗱，呢一段經文呢，好多時呢就係會俾人應用為一次得救，永遠得救。我哋今次唔係討論呢個係唔係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呢一個問題先。雖然呢段經文呢成日俾人斷章取義作為金句呢攞嚟去 support 呢一樣嘢，我哋喺度要睇翻有一個好特定嘅條件，你要有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之前嗰句係咩呢？我嘅羊聽我嘅聲音，我也認識他們。認識係指乜嘢啊？有關係。好啦，佢哋也跟着我。耶穌指嗰啲羊係佢嘅，所以佢就係嗰啲羊嘅僕人。佢認識嗰啲羊，因為嗰啲羊認識佢嘅聲音。耶穌認識佢哋，正如之前所講，約翰福音係指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啲羊嚟到跟隨佢作門徒嘅意思，咩叫門徒呢？Mathetes 意思就係話老師喺前邊，佢跟喺老師嘅後邊，呢個就係作門徒。羊都係跟住牧羊人嘅，所以簡單嚟講，10章27節就係一班相信耶穌嘅身份，接受耶穌，按住佢嘅教訓嚟到跟隨嘅人。約翰福音6章63節講得好清楚，耶穌嘅話就係靈，就係生命，所以耶穌將呢啲話賜俾嗰啲跟隨佢嘅人，嗰啲人就有生命。而因為神嘅話語有永遠嘅性質，有永遠嘅價值，所以得着呢一啲嘅話呢，就有永遠嘅特質。呢個就係我又賜給他們永生，個永生就係指呢樣嘢。經文所指嘅滅亡呢，希臘文呢就係呢一個字。喺約翰福音呢出現咗10次，咁呢就第一次出現呢就係3章16節啦，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嗰個啦，可以有咁多個嘅意思嘅。按照約翰福音10章28節嘅思路，牧人走喺前邊，羊跟喺後邊。如果真係遇着危險，牧人就會保護羊群，帶領佢哋走喺平安嘅路上邊，所以羊群就唔會滅亡或者失落。經文話佢哋永不滅亡、永不失落，其實係因為羊係需要不斷跟住牧人啊嘛，所以佢哋就會好安全啦。耶穌嘅話都有呢個特質，所以接受並活出耶穌話嘅人呢，就永遠唔會失落啦。所以呢一節嘅經文根據係羊持守喺約翰福音第10章27節。我認識我嘅羊，我嘅羊也聽我嘅聲音。如果羊一直喺牧人後邊跟隨牧人嘅時間，牧人就一定會擋住嗰啲預備偷盜、偷竊啊、殺害啊、毀壞嗰班嘅人啦。所以任何人都唔可以喺牧人嘅手中奪走嗰啲羊，因為嗰啲羊係跟喺牧人嘅後邊。另外，因着父係最大嘅。佢嘅能力一定比嗰啲盜賊同埋強盜更大。如果盜賊或者強盜係猶太人嗰啲領袖呢，曲解咗神嘅妥拉，以致羊迷失咗。因着父神係妥拉嘅賜予者，佢又有一個能力叫佢嘅兒子呢，讓呢班嘅羊群，因為羊跟佢後邊啊嘛，就去明白律法嘅意思。
約翰福音經常講父係源頭，子係執行者。父將呢一羊賜俾子，因為子按照父嘅意思教導呢一班嘅羊。因着父有最大嘅能力，而妥拉最大嘅同埋妥拉最大嘅解釋權啊，所以任何人都唔喺父神面前曲解律法，以致令到羊走迷。咁嗰班羊因為已經跟咗耶穌啦嘛，所以咪唔再跟猶太人咯，唔跟猶太人就唔會被猶太人嚟到叫佢係犯罪咯，就係走失啦。父神亦都將妥拉嗰個解釋權俾咗子，父所作的子也咩啊？照樣作啦。所以羊只需要跟隨耶穌嘅教訓，因為佢認識佢跟隨接受佢，就唔會被盜賊嚟到攞走啦。約翰福音10章30節所講一喺希臘文裏邊呢，就係中性嘅 has me a hand 嗰個 hand 嚟嘅，意思就係話父同埋子有擁有同一個特質，除咗佢哋都係神之外，父同埋子都會保護呢班羊群，而呢班羊群最重要就係一路要跟喺牧人嘅後面，佢哋要聽牧人嘅聲音，跟住同牧人建立一個好親密嘅關係。最後啦，好啦，呢一段呢就其實大家唔係咁容易明白嘅。當耶穌話我與父原為一嘅時間呢，嗰啲猶太人就攞石頭要打佢啊嘛，因為猶太人呢就認為耶穌講咗僭妄嘅話啦。其實約翰福音10章30節呢，佢真係有啲意思，耶穌想表明我就係神啦。咁但係呢個理解呢，必須要喺猶太人嘅文化之下呢，先至去明白。其實耶穌不斷喺度講我就係神啊，咪話我是嘅，呢度講 ego and me 嘅。之後耶穌就同猶太人喺度理論啦。喂，你猶太人嘅聖經都當人講為神喎，咁樣其實佢引用就係詩篇第82篇，大家應該都有睇到係嘛？詩篇82篇係啦，佢哋引用嘅係詩篇82篇。你見唔見中間嗰度講啊？我曾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啊！耶穌就係引用呢一段。按照猶太文化，有權力者就係好似係諸神，因為諸神就係做緊審判。喺當時嘅文化同埋歷史裏邊呢，審判係神做嘅，審判權力嘅賜予都係只有嚟自神。所以當一個聽清楚啦嚇，當一個有權力者施行審判嘅時間，佢就代表神嚟到審判。所以按照詩篇第82篇呢一啲就稱之為諸神。另外喺猶太人嘅觀念裏邊呢，父同埋子嘅關聯呢，就係雙方都係做同一件事，所以就係我頭先講呢一節經文咯。所以當作為人有權力者喺執行父神嘅神嘅審判嘅時間，如果佢哋都被稱為神，至高者嘅兒子耶穌，佢係咪應該更加被稱為神嘅兒子？因為呢個先係更加符合嗰個嘅教導啦。大家翻去睇翻下我最後呢個 slide 啦。所以當耶穌係説明咗父神嘅教導，以神蹟表明自己係嚟自神嘅時間呢，喺猶太文化裏邊，佢梗係神嘅兒子啦。因為只有仔先會做出父所做嘅嘢噶嘛，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更加重要嘅就係除咗認識耶穌嘅教訓，耶穌行神蹟之外呢，若果冇神同在，係冇人能行。呢句説話邊個講㗎？尼哥底母啊嘛。你所行嘅神蹟，如果冇神同在，就冇人能行。所以除咗確認耶穌係神嘅兒子之外呢，其實冇更加好嘅選擇。耶穌引用詩篇82篇，其實就係要責備猶太人。平凡人執行審判嘅時間，你都話呢啲人係神嘅兒子。耶穌行咗神蹟，只有神可以行嘅神蹟，係尤其是邊段呢？就係約翰福音第9章嘅。從來冇聽過一個生來瞎眼嘅人可以見得到嘅。如果呢個人冇神同在，就一定唔可以行，所以佢點會唔係神嘅兒子呢？呢個就係俾你哋嘅反思啦。完啦，我斷氣啦。好啦，我哋呢出嚟影翻張相好嘛？係。